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到沙烏地阿拉伯摕到超大张的订单，讲要卖18000粒上先进的 AI 晶片，予沙國的 AI 公司進行 AI 的基礎建設。這是予輝達的股票大起超過5%。今仔日的台北股市一個開盤，嘛對咧跳空大起超過300點。 中東國家沙烏地阿拉伯13號組織全球正常討論，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和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佮 OpenAI 執行長 Sam Altman，我哋咧這場活動摕到上濟好康的，可能是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佢連續和沙國王都佮川普握手，落尾佮成功摕下上大訂單。This is 2 Blackwells, and it's 2,500 watts. 2,500 out of the 500 gigawatts of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that's going to be built. AI 教父佮一擺發揮演說的功夫來說明輝達的實力，嘛宣布和沙國 AI 公司 Human 擴大合作，會賣1.8萬粒的 GB300 Grace Blackwell 晶片，這是今年才剛出場的 AI 產品。Human 嘛預計在5年內向輝達賣幾10萬粒先進的 AI 晶片，預計將做全球上大規模國家級的採購。And Humane is going to be building the AI infrastructure here in Saudi Arabia. 半導體女王蘇姿豐同款好康的在歸陣者登來，Human 嘛甲 AMD 簽戰略合作協議，兩邊未來5年會投資100億美金部署 AI 的基礎建設，這是 AMD 史上上大宗的合作案，未予輝達黃仁勳高一個高，而且川普政府嘛想要放零出口的限制，有機會予中東國家摕到更加濟 AI 的晶片。真濟利多的消息，予13號輝達和 AMD 的股價分別起5.63%和4.34%。美股科技股大涨，14號的台股開盤也跳空大漲超過300點，而台積電則是以990元開出，持續挑戰1000元關卡。AI 的這概念股會受到這個消息面的刺激有短線今天漲幅直接開高，基期會不會偏高？我覺得投資人在利多的時候追價的時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來台灣進行新搶食中東大餅，隨 Computex 進入到到達時間的階段，就看黃仁勳敢會擱為市場觸及掛嘴。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